已故体育主播傅达仁，去年6月到瑞士安乐善终，而他生前致力推动安乐法，成立中华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，并首度对外公开傅达仁在临终前最后影像。他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依旧挂念着台湾，多次喊话，希望台湾不要恶斗。已故体育主播傅达仁 vs 家属，儿子没事，亲一下阿平家人献上了最后的吻别。前体育主播傅达仁去年6月到瑞士安乐善终，吞药画面首度曝光。傅达仁在你吞下去后，大口的吐气出来，呼吸大力的吐气出来，吐气对的，这非常重要。在离开人世之前，傅达仁依旧挂念着台湾，仍对着镜头大声喊话：傅达仁，敬爱的主啊，请你保守台湾，台湾不要这么恶斗，台湾一定要讲究法治、公平、自由，人权太重要了，不要那些不公平，尤其是司法媒体，你们要是不公正，台湾就会亡。上帝保佑台湾，中华民国万岁，台湾万岁，再见。跟台湾告别后，他立刻吞药，家人红着眼眶，虽然不舍，但尊重傅达仁的选择。傅达仁亲属吐爸爸用力吐气悲伤的画面被记录下来。傅达仁逝世约9个月，儿子说，如今成立促进会，继承爸爸的遗愿，要推动安乐死合法化，希望台湾能正视癌末患者的自主权。但这段画面，他前后看了2次，每看必哭。傅达仁，感谢台湾的各位同胞，沙优那拉，不永别了，珍重再见。